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上帝平安甲喜乐充满伫咱所有兄弟姊妹的心情。唔知你今日带着什么心情来，但是主的恩典、主的祝福，大大要临在，要充满伫你的生命内底，也要充满伫你的家。对你病人讲，上帝要大大祝福你。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荣耀起座。你讲起着昨暗，讲起着生命的起座，顶一场的礼拜讲起着家庭的起座，也即场你讲着教会。但是你讲牧师要起座教会，我免哪里兴起？重要的是，如果你若无兴起你家己的生命，你无兴起你的家庭，你就无度兴起上帝的教会。所以咱搁一遍咧回顾，咱的生命，迄个上帝的殿，咱亲像哥林多前书3章16节讲，咱身躯就是上帝的殿。阿们。当咱的身躯是上帝的殿，有圣神运行伫咱的生命内底，咱的生命就有圣神引带，有上帝的话，然后咱就在起造咱的家庭，咱的家庭被起造，就会使起造上帝的教会。那亲像提摩太前书，咱来看提摩太前书3章第4节，伊讲你着好好管理家己的家，互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唔知影管理家己的家，怎会管理上帝的教会呢？所以你看，对家己开始进入到家庭，家庭进入到教会，所以你的生命非常的重要。对你病人讲，你的生命非常的重要。搁一遍对你病人讲，你的家庭非常的重要。所以咱有家己的起座了后，搁有家庭的起座，然后就进入教会的起座。今日咱所看的经文是尼希米，尼希米伊安怎会使到2章11节咧讲起着，伊来到耶路撒冷。伊会使去到耶路撒冷有一个恩典，就是伊的王亚达谢西王，伊稳准，伊会使对苏三城会使入去到耶路撒冷。但是伫即个过程的中间，尼希米做一件事非常的重要，对你病人讲非常的重要。伊就是祈祷。当伊祈祷的时，上帝就伫伊的面前，把恩典收束伫尼希米的身上，互伊伫亚达谢西王的面前会使得到恩宠，那个恩典恩惠。互尼希米会使得到稳准，等去到耶路撒冷城。第二，佮得到起造迄个城墙的材料。第三，亚达谢西王佮派军兵来保护尼希米，会使等去到耶路撒冷。所以，因为安尼的恩典，安尼的祈祷带来3种的恩典：第一，受到稳准，会使创新回到耶路撒冷；第二，得到材料，起造城墙的材料；第三，受到保护，会使平安等去到耶路撒冷城。哈利路亚！所以尼希米伊倒去到耶路撒冷城的时阵，伊开始伫遐住3天，住3日了后，伊开始咧巡咱今日个经文所讲的，伊经过着山谷的门，咱可以转来到尼希米记，伊到山谷的门，然后经过粪扫门，然后经过水泉的门，然后伊洗了后，伊搁转去到原来的所在，伊就召集所有的同工，讲起要起造教会，要哪起造圣城即个殿。这个城墙，所以当大贵族、大家官员、大家百姓叫来的时阵，开始同因讲，上帝的恩典安怎临到伫我？兄弟姊妹，伫咱的家庭的起造中间，伫你生命起造的中间，的确对细汉到大汉，有上帝美好的恩典伫你的生命成就。所以家庭免啊起造迄个上帝的城墙，你就是不断讲出上帝伫你生命的恩典。所以当你招呼你的太太，招你的细囝讲，咱做伙来跟对上帝，来信靠上帝。重要是你有信靠上帝无？所以当你信靠上帝的时阵，囝儿女就会使信靠上帝。免咱互咱的囡仔，要咱的儿女信靠上帝，就是伫你的话，伫你的嘴中间，常常讲起上帝奇妙的作为。伫我的厝，我常常甲张书亚讲，我有2个囡仔，一个囡仔叫张书亚，书亚伊的英文叫 Joshua。就是约书亚意思，约书亚代表着上帝是我的拯救。我拢对书亚讲，书亚你是爸爸的心肝宝贝，但是上帝是你的拯救。我记得当惠民牧师要生张书亚的时阵，张书亚其实是伊叫做艰难产，就是伊的肩胛头要出来的时阵，迄个肩胛头去阻挡着产道，无法度生出来。牧师伫遐看，所以为惠民牧师接生的医生头讲，牧师你有看到头发无？我讲有。看到头发了，我陪伫惠民牧师身边呢，然后伊要来取出来的时阵哦，讲牧师，
肩膀卡住了，所以这是艰难产啊，艰难产。所以紧叫护士哦，去惠民牧师要倒开始治，开始治，开始治。然后佮撒迄个叫做迄个吸，要叫啥？吸盘，佮面吸盘，吼吸盘，就对头吼来吸出来。但是哦，这个医生哦真细致，所以有段时哦，咱咧看迄个叫做自然产的吼，来用迄个吸盘哦，迄出来头型拢变形啦。啊，叫阮即个无，阮即个烟就出来，啊，就一个就接出来啊。所以我需要讲哦，需要神救了你 ，Amen。所以是神的拯救在你的身上，毋那是上帝拯救伫你身上，嘛伫咱的家庭的身上。所以我拢逐张需要讲，张需要你以后爱耶稣，因为如果没有耶稣就没有爸爸。我细汉时有3遍落伫海里面，落伫海里无死去，阁有上帝救着 ，Amen。前一段时间牧师咧开车，迄天我足忝，我下早我去到三芝带查经班，拜二下中昼去三芝带查经班，查经班了下晡3点爱赶到苗栗的后龙，遐有一个仁德护理专科学校，牧师就祈祷了，带查经班了，佮车佮开到苗栗的后龙，要带仁德护理专科学校的下晡4点的团契。带了后，佮含后龙教会的同工讨论今年圣诞节要伫后龙迄个护理专科仁德护理专科学校办的即个福音茶会，要咱来举行。了后8点外，对苗栗，佮要开转来到台北。我咧开车拄面啊！我心内知影，所有的代志拢伫拄面的中间会发生，无好的事嘛会发生。所以我就一边开，但是我心内想讲，直直要到啊，直直要到啊。结果牧师甲恁讲，伫即个过程的中间有2遍，我真正神。但是上帝佮保守我，哈利路亚！迄个姊妹，特别咱这长辈，迄个男生。有当时嘛会开车哦，开到人足忝的啊，但是拢足想要紧倒去厝的，要紧倒就讲，搁动一个就好，搁动一个就好。但是即个动毋知有偌危险。我相信伫即个过程的中间，咱若当看到讲新闻咧报纸讲有迄个危难的代志发生，无好的代志发生的时阵，意外的代志发生的时阵，感谢上帝，主，我有可能是当中迄个人，但是你保守我，互我到今，佫会使安然活咧来敬拜你。来学到你的性命，哈利路亚！所以你常常爱讲起上帝恩典。所以尼米安怎要讲起咱做伙来起做？伊讲起上帝恩典伫我身上，上帝安怎祝福我？所以咱的生命内面，咱常常讲起上帝伫咱生命的恩典，哈利路亚！有足多代志你拄着，你毋知影为什么会安尼？有当时伫你人生的过程的中间，咱亲像峰回路转，始料未及，但是你相信上帝。伊要将美好的未来成就伫你的身上，每一人事绝对有美好的计划。所以罗马书8章28节讲，凡事斗斗来，要听上帝得到利益。阿门。对你边人讲，你是听上帝的人，你绝对得到利益，你绝对得到利益。我的爸爸16岁过身，我的爸爸我16岁先过身。我的爸爸伫我16岁先过身。过身的时，我妈妈爱抚养我甲阮3个囡仔。我16岁，阮弟弟14岁，我的妹妹读国小5年。有足侪时阵，伊感觉行袂落去啊，伊毋知要哪个继续带阮这3个囡仔大汉。迄当阵，我去到教会，时，我足欢喜、足平安、足喜乐。所以当去到教会时，倒来时哦，伊拢看到我这个囡仔大囝欢喜、平安佮喜乐，每一遍伊的心就较安淡，较坦然。较坦然、较稳定，所以我妈妈有1遍到2遍咧甲我讲，伊讲你敢知影？当恁阿爸过世的时，我拢毋知影要怎带恁继续大汉，有足侪负面的念头伫伊心内，想讲若无煞去好啊。但是每一遍看到你去到教会，回来拢欢喜、喜乐佮平安，妈妈的心就因为你安稳落来。伫今年2010年，阮做团年的时阵。惠民牧师甲我带张水也甲张丽也转去厝，我的弟弟带弟媳妇佮带2个囡仔转去厝，我的妹妹还袂嫁，佮甲我的妈妈，阮做10个人坐一桌。然后阮妈咧食饭的时阵咧哭，我讲妈，啊你是咧哭欢喜的，是咧哭艰苦的啦？伊讲我咧哭欢喜的啦。为什么你咧哭？伊讲现在你敢知？你16岁时候，恁爸过身呢，我拢毋知要哪带恁带继续行呢。但是到即仔20几年来啊，已经过20几年啊。
咱今仔日2010年，咱全家团圆的时候，人数突破2位数啦，10个人咧食饭啦，哈利路亚，要欢喜啦，要感谢啦，阿门。所以这就是上帝恩典，伊去体验着上帝恩典。你讲起咱的家庭伫上帝手中，安怎互上帝起造、眷顾、保守美好的未来，哈利路亚。所以阮阿爸16岁，伫我16岁伊过身的时阵，我心内有同阮妈有心内同上帝讲主啊，我无阿爸，但是我希望每一件过年的时阵，拢会使陪我妈妈食饭，陪我妈妈食饭，陪我妈妈食饭，会使有这团圆的感觉。我这倒大囝，至少要做到安尼。但是有2年的时间，无法度按算做兵，你做兵若无放着过年的假，你就无法度转去含厝食饭啊。感谢主，我到上帝祈祷第1年。我去做兵的时阵，我去做兵的迄个时间，过年的迄个时间，我都去支援金城连。金城连是部队中间33师的金城连，因就是咧训练5项战技，迄个刺枪术，搁射击，搁5000公尺的跑步，搁500障碍，搁叫丢手榴弹，5项战技，然后因爱训练就对啊。所以因拢无咧徛卫兵呢，因逐工起来就是要训练，搁训练。所以爱有一寡人去台斗徛卫兵，顾遮个迄个弹药库。因咧训练的时候，爱带因看便当。因咧打靶的时候，爱做靶鼓勤务，爱徛伫迄个鼓内面哦，徛喺靶呢，风咧吹哦，安尼摇，爱那砰砰安尼砰。有一边风盖头，阮做靶鼓勤务的时拢举袂好，然后这边因为打靶有呾验靶嘛，这边的排副甲排长拢讲，拢打不准呢，打不准，再调。调的时候，我那边的连长该生气啊！怎么调？靶都在那边摇，全部靶钩勤务起来，嚯，全部徛伫个啊！然后徛伫顶面呢，然后阮连长搁伫迄个射击的时候才讲左线预备，我左线预备，各种右线预备，主啊，不能该准备开枪啊！伊咧打靶时来讲左线预备，也来讲右线预备，准备开枪，就这么打了。所以讲左线预备，各种右线预备啊！我就讲主啊，不能够准备开枪啊！然后阮行去落去啥靶鼓勤务，所以去支援金城连。所以因为支援金城连时候，伫过年的中间，金城连因就是训练尔。所以过年的假，就是放上好的假，就是除夕前一天，一直放到迄个大年初3。阮就对因放假，所以阮就放着过年的假。哈利路亚！第2年，牧师做行政，我伫钱的顶面管理甲足好势，所以阮的连长足欣赏我，足听我。所以要摆过年假的时阵然后叫伊到连长室，伊讲张瑞贤，你想要放对一梯？然后问啦，我讲连长，你做主就好了，你是连长啦。所以阮连长伊讲好，我把最好的那一梯给你放。放什么时阵？放迄个除夕前一天，放到大年初3，这上好的梯就对啊啦前一天就登去，会使除夕的。结果排好的时候这个排假的假表互阮的排副甲排长看的时候阮排副士官长就来啊，去连长室。进来，阮排副就甲阮连长讲，连长张瑞贤他的资历不能排这一梯啦，还有佫有足侪人要退伍的，开始排这梯啦，所以伊袂使排这梯啦，爱换啦。所以阮连长感觉介为难。拢搁头叫伊连长室啦，